寂靜放安撫於線，有個天使嚟咗喺夢入面，輕輕咁同約實講嘢。起身帶住個小朋友同佢嘅母親，逃到埃及，等我話你知嘅日子。因為希律精侵溝奪取孩子嘅選命，佢喺深夜中起身，個小朋友喺佢阿媽嘅懷抱入面，流亡中嘅神嘅兒子，佢世代嘅風暴之中，神嘅話仍然係永遠細細聲咁講，我係埃及叫我個仔，救恩嘅道路由遠方嘅夜晚開啟。隔離行牛流馬號日，Rachel喊佢個心充滿悲傷，為咗佢個仔唔公平咁失去咗。小朋友同佢嘅母親帶返嚟，嗰啲想奪走佢嘅生命嘅人已經死咗。夢中主再次呼喚，約實避難到遠方嘅加利利，拿撒勒一個安靜嘅家，個小朋友喺人類中長大嘅地方，佢會被稱為拿撒勒人，救恩由獻去嘅開始開花。賜我恩典去聽你嘅話，縱使人生之路充滿艱辛，好似故事嘅約瑟，相信同向前行，係流亡中主救贖咗世人。